新闻开始来看台北市信义区的远东百货信义 A13的素食餐厅宝林地色，其疑似食物中毒的案件已经造成2个人死亡，更有2个人有性命的危险，佮会抢救。卫生福利部认定讲，这是一件重大的食安事件，北检佮卫生单位嘛启动联合稽查。台北市长蒋万安嘛下令讲，宝林地色伫台北市所有分店暂停营业。食药署会同疾管署、台北市卫生局甲独立专家等等，日暗时到台北市信义区远东百货公司的宝林地色进行稽查，而且针对高丽菜、粿仔条等等类类食材进行抽检，检视可能造成食物中毒的原因。不过有医师怀疑，米类的制品亲像河粉，若保存了无好势，就有可能会产生毒性非常强的米甲菌酸，无排除是这个事故的原因。它本身直接会造成我们的呼吸的这些传递链的终止，就会因为这一个毒素而无法进展，那病人就会产生很严重的中毒现象。现场所看到的一些东西，那除了采样那些食材，其实我们更期待的是采样到食鱼啦，但是因为那个食鱼都没有办法采到了。食药署表示，现场已经无迄公寸的食材检体，才会针对店头供货食材进行抽检。因为微生物、细菌培养甲检验，至少需要2礼拜的时间。等待检验结果出炉，才通知影原因。目前未做相关的猜测。也来到27早时为止，宝林地色技术食物中毒的通报累计已经有7例，其中2例死亡，有2例装 ECMO， 还搁咧加护病房抢救当中。会住到加护病房连续都是多重器官衰竭。我掌握到的这个叶克膜的使用的部分是北医星光跟马偕。台北市长蒋万安也下令，宝林地色伫台北市所有分店暂停营业。检体的采集，同时也在现场发现有各项任何缺失，要求即刻改善。那卫生局在昨天也更重要的将信义区这个宝林茶室即刻勒令停业，同时对于在台北市所有宝林的分店也勒令停业。那我也要求尽速的提出调查报告。另外，台北地检署日暗时已经紧急以涉嫌食安犯案调查，27透早指挥信义分局等单位到餐厅搜证保全证据，会赶紧厘清不法证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